嚟到廣東省嘅增城，大家必定會聯想到又甜又多汁嘅荔枝。不過增城除咗荔枝出名之外，依家已經升級成為國家經濟技術開發區，積極發展旅遊業。想見識一下增城嘅7星級酒店有幾豪華，大家快啲跟落嚟啦！感受香港溫泉城佔地20公頃，用咗超過10億元打造，集旅遊、度假、養生、商務為一體，打破咗傳統溫泉酒店嘅模式。而且酒店奢華嘅設計以歐陸風格為主，咁舒適嘅環境絕對啱晒一家大細嚟呢一度度假。酒店另一個賣點就係位於白水寨風景區，四周圍都係樹林嘅景色，加埋白水仙瀑布，彷如置身喺大自然一樣啊！感受香港溫泉城，擁有68個溫泉池，主要分皇家絲襪園林區、皇家水世界同埋皇家御用養生區，一邊浸住溫泉，一邊欣賞咁靚嘅風景，真係最佳享受啊！繼五行泉之後，呢一個泉就認真犀利啦，佢就叫做冰火泉，有助呢個血管擴張同收縮，而且仲有強身健體、提神嘅功效。等我浸完呢一個暖水池，再試埋個冰泉，睇下正唔正先。哇！真係有呢個提神嘅功效啊！如果唔想喺室外浸溫泉嘅話，呢度嘅木屋 SPA 就啱晒你啦。除咗可以浸溫泉之外，仲有按摩嘅作用添。